后来回头过来看这个立法院经济委员会，今仔日针对含3肉精的美国猪进口来进行着公听会。除了农委会现任的主委陈吉仲之外，前任的主委陈宝基、林享玲拢有到场。另外，婚姻官饲猪协会理事来质疑政府为什么要让国人食有毒的3肉精呢？莫非是蔡总统无生，唔免饲囡仔，所以唔知影民间的疾苦。结果，甲立委曾瑞祥爆发着口角。恁都食，伊无生。喺度被讲啊，讲起啊。针对明年1月甲美国猪肉进口的条件放松，立法院公听会过来起冲突。是安怎黑白看？你这是一个阿爸的人。上尾也是主席主动，才无继续冤。加码几句啊？唔是加码几句啊？黄亚婚姻官饲猪协会理事不满政府爱开放含莱克多巴胺的美国猪肉进口。3位农委会现任和前任主委陈吉仲、陈宝基、林享玲嘛伫立法院公听会。陈宝基伫陈吉仲面前提醒爱合法。国内既然是禁药，你就不能够有进口许可，这个一定要记得，否则我要建立这个陈主委以及卫务部，不要在这里留下一个未来被人家讲的，你要怎么去改？不过，陈吉仲伫报告的时阵强调合法性，以《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15条、第2条做依据，嘛讲过来饲猪的业者袂使使用莱克多巴胺。